甲骨释文第24集，这集搁来讲西奈。这个西文音读书，例句思疑、思令。为何安尼用呢？因为爱发出声，发出声张口，这个思嘛张口，有无？若无甲骨先生的提醒，我可能永远无去注意到这个思有一个口字边。这个诗鼻音确实会使读西，例句西公奉西。来看甲骨文，画一个人摕着实物在刺另一个人的喙，有分左右边哦。人往正边的叫刺，是在刺活人的；人往左边的叫西，奉西先人也。遮尔重要的诗句。奉西，教育部的词典找无即句，西孝饭也。所以若是照教育部写的撒娇西奈，妹妹甲爸爸西奈，爸爸要是活人，所以是妹妹甲爸爸饲奶咯。台语的丰富性，有时咱家己嘛毋知。垃圾啥物意思？安怎写？说文解字讲言烧垃圾也，垃言不正也。一文讲是你加切读音那。台语的呢、了、日三个声母，有时会互相转换。你加切意思就是两个女人在互野相扒。一文的音节有用到情景音，伊家己嘛毋知。搁有你加切读音咧，可解说做两个女人在冤家对骂。这句源自墨子的经上篇。墨子是科学家，捌击败过赫赫有名的鲁班。伊捌写过一篇有关客家人的起源甲风俗民情。有兴趣的人会使参考，免听人牵甲543一大堆。西奈安尼写，这个西嘛会使读散，散毋是教育部乱写的这个饭粒的散，撒一些粉状物，例句三药粉。散将手将线，线的甲骨文安尼写。手抓着一支棍仔，当在敲打稻禾，要甲切仔脱离分线啦。这个乌点代表脱离出来的切仔，谷禾分开就是线，线开的线。这个将手将线读音散，这个的手是动作的手，正常的手。手若是额的意思，就是无正当的手。西奈、沙野拢是在耍手段，所以这个若是将额，意思就抛开呀，无拘束呀，任意呀。正经音就是冲、开、切读音西安尼来。这个搁有另一个读音卒、切读音转，意思排射呀。中文讲的沙鸟，就是台语的蛇尿。毋知为何教育部用这么贱的字，讲是蛇水啦。洒水头就是蛇水头，若是溅水头，不会很贱吗？西奈有人建议讲，敢袂使写西呢？呢是黏土，西呢是物化的形容词。要甲伊比喻做情感上的软甜，比较有较勉强一寡，是无？这个呢，使性地这个使呢，简单比对一下，一个是无正当的手段，一个是正当的使用。这个使将人将利，本意是听人使唤的财力，听令办事也。例句使节。使用使目色，
死性子，耍脾气，台语讲使性地，藏伫心中的怨愤就是地。好性地爱写倒一字呢？有人甲你配喙烂，你的怨愤悠远藏伫心中，有好性地无？使性地、好性地、歹性地，共即字地。配喙烂的配，一韵的音切，普梅切，毋就是读配吗？讲韵的解说，出烂的声音，配喙烂，正经是即字配。文献写甲遮尔简单阁清楚，为何无人安尼写呢？奇怪的现代人，了解空虚字典秘密的人，为何毋捌解说过呢？奇怪的教育部教全台湾人用即字屁啦，即字读屁，烧精之声才用即字屁，吐声才是屁。其实啦，若无教骨先生的点破，我嘛毋知影配喙烂的配韵切已经有清楚的交代啊。来学习华玲珑的即字华的甲骨文，将口将指，而且是口连伫指的上面，意思就是用话声甲行路的人叫住，亲像叫卖者当在吆喝，用来吸引行人的注意。可见华玲珑即种行业3000年前就早已存在。口字旁、言字旁的字，有时会当互相交换。到了金文，即字话阁无共，变做将言将话。即个话写作一个人徛着，开喙向左边，另一个人倒立，开喙向正边，亲像在形容讲话的即个人讲话会左右、相反、上下、颠倒、读音、误。即字的意思是错误、欺骗、谣言。甲骨文的即字话人当掂，金文的误变成是欺骗的意思。即字台语安怎读？读话，呼唤也。例句：雄雄喊一声，要惊死人哦。或者读吓，意思苛责也，用言语大声吓人。若用伫吓，一韵直接用本字虚角切读入声的吓，小腔协就是吓，嘛读吓，等于即字吓小弟的吓。来看即个接看到的字根，将挖将界，挖是誓言的意思，界是下位者在祈求也。即字的意思是上位者以言语来命令下位者做代志，读音教。例句：教东教西，添丝囡仔西。即字嘛用伫疑问词，意思好也，读音加。敢若真的，好像真的，亲像时间的现主时今啊，有人读做今嘛，片音连做伙来读。今嘛时间性的实时也，完全无必要甲马有任何关系，是吧？共款意思，一字一音就读敢若真的，片音稍微一下就读做敢若真的。可好，台语讲刚好，安怎写呢？教育部真教好，伊乱读做刚好。有人真有感想，讲刚好爱安尼写，有通吗？有疑问的性质吗？咱写甲言语有关系，刚好，敢若真的即字加嘛会使读刚。可以的即字可是肯定词啊。伫遮换做疑问词得用，大家拢无意见。可的古字口气碍意，既然是有碍着，怀疑嘛，当作台语的疑问词刚好。可好刚好，中文台语直接写共字，道理有通吧？将挖的即字加，意思好也，
若读做甘，意思好不也。古文定用着另一个疑问词，这两字算是异同音不同。另即字读卡或者是堪，也拢会使做肯定词。《论语》有名的即句“堪国言礼智”，或者小解一下台语的另一个讲法“堪国言礼智”。中华的即字相对下的命令读甲，意思使唤也；下对上读卡，靠手也，乞求也。即集有讲到卒切啥物意思？阁有其他真济甲字边的用意，啥物意思呢？应该安怎读呢？毋知大家有兴趣对甲骨先生学无？即集的最后看到即字线，我想到拍切即句，你捌听过无？民国70年以后，应该即句话就无人阁讲啊。像阮阿爸即种做田人收成的切仔，爱交一定的数量互农会，算是交水租、交田租。切仔交互农会的动作，阮阿爸讲是拍切，即字读拍。可能有人有意见，即字敢有影读拍呢？啊无，我反倒转来请教，即字若毋是读拍，将手定声如何解说？查文献阁如何确定即字的读音呢？欢迎留言你的看法。汉字真少有形声字，我会理解啦。即字谈嘛是一个范例。有闲，咱找时间阁来详细讲即字，真有文化的用意。整理一下，司仪、司令原来拢爱用着口说，西讲是白音，饲饭的饲、防晒的晒，原来拢有口字边。垃圾是互野伤疤或者是冤家，师奶的师是伫刷手段。嘛会使读散，散药粉的散，泉药想袂到嘛写即字泉，线是甲切仔自稻仔丛分线出来，使性地好性地，共即字地就可。配喙烂正经写即字配，讲屁话即字屁，画玲珑的画是叫人当店，讹诈的讹是欺骗错误的意思。下小题的下，阁有两个读音，呼唤的唤声，威胁性相对下的喝声。使唤人的即字甲，另一字共意思无共音的疑问词卡。疑问词敢好在你安怎写？交切仔互农会叫做拍切。即集以上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后一集再会。